很多异乡游子来说，外出打拼，很多人最忘不了的，当然就是客庄妈妈的味道了。而11节的感动时刻，就从今年开始，我们要带您品尝名人的私房料理。同一个时间呢，美味食谱我们也会放在脸书上，和您一块分享。而今天透过镜头，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金曲歌后关灵芝秀手艺，她改良了妈妈的味道，把客家小炒变成凉拌，相当爽口又养生。金曲奖客语歌后关灵芝最爱妈妈做的传统客家小炒，不过身为创作人，勇于创新，所以连客家小炒她也有新吃法。夏天也会比较没有胃口，如果吃得太油的话也没有胃口，所以呢，我改良了客家小炒，我们用凉拌的方式。客家小炒要凉拌的，虽然是创新吃法，但是记忆中妈妈的味道有豆干、有肉片跟鱿鱼，这些通通不能少。不过怎么没有看到青葱呢？这也是有原因的哦。葱来凉拌就有点辛辣，有些人不敢吃，所以我换了个白菜心，看到没有？噔噔，就是这个，是改良的呢，精髓在这里哦。做法很简单，白菜心取它最清脆的部分也切成丝，这样的口感才能够与众不同。而豆干也一样，想要鱿鱼 QQ 有弹性，又要不油不腻，下锅穿烫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今天用的这个鱿鱼呢，我们因为要用穿烫的，所以呢，它只要烫了、熟了就拿起来，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，是脆脆的。为了方便放入口，肉片也可以切成一小块，切好的材料拌在一块儿，凉拌用的佐酱更是关键。我放了酱油膏，然后呢放了醋，还有放了蒜头、蒜蓉，糖一定要加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说的这里有醋，对不对？就是酸酸甜甜的，很适合夏天。搅拌之后，色香味俱全，关灵芝的客家菜就跟她的音乐一样，很有创新。她让记忆中的客家小炒有了新生命。竹竿上面呢，一剪就剪一小块鱿鱼，就切，就这样炒起来了。哇，那个味道实在是很香哦。但是你知道现代人哦，我啦很怕胖，我才异想天开，跟我的音乐一样。这跟传统的客家歌谣不一样，我来一个求新求变。关灵芝的凉拌客家小炒还能一菜两吃呢。刚刚没有用到的白菜叶包着蘸酱的肉片，入口一样很可口。就算是当成小菜吃进肚子，也很有夏天的味道。好吃，很清爽，鱿鱼 QQ 的，就是一个好吃啊！夏天太开胃了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妈妈的客家小炒是音符共鸣的力量，变身凉菜，把爱温柔拌入，舍青葱的辛辣，添菜心的甘甜，创新了和妈妈的记忆。关灵芝献上感动时刻。